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还记得啦，万圣时节在八公下也係無同條線了的時節，看到太人啥用花跳得盤的吼，跳成鐵盤花，聽講還係我哋南部六隊特別的民俗呢。用辦嗰種花跳得按過按獎呢，底部又有樣辦的故事，也係文化意涵呢。今日我哋特別有請蔡鐵先生來同我哋紹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家珍先生。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羅市家珍，我係來自屏東縣麟洛鄉。哇，分享家珍先生，等一下呢都會請家珍先生來同我哋分享跳辦法咯。不過在介紹之前啊，想去請教家珍先生哦，聽講你嘅經歷啊，真豐富呢，可以再詳細同大家紹介一下嘛？頭下我會接觸辦法ด้วย，因為我要學西洋花，開始嘅係我本門也冇上到啦，我會去學法，我上用古，因為嘅係聖人萬世嘛。本門也冇上到過，我會去學法，我上用古講，阿嫂唔怕，唔聖人帶來，我同天土，好，隔壁安尼講，家我都去嘅哦，結果那有樣咯，就怪我去，不過我也真歡喜，也感謝我上用古安尼鼓勵我去學，去學插花。也平常時就也蠻辛苦的啦，因為聖人萬世嘛，有恁紅的帶人去，一邊上課一邊過來生人，所以你講我學法學個一舊，你哋講我來一道世。哎呦，安尼我來一道世，我來26、27歲哦，安尼個是，真是學嘅法語嘅時間輕鬆嘅呢。去學嘅我來也真歡喜，因為老師總會帶同嘅去啊，帶同嘅去必識，會怪伊安尼，所以我來也學個真歡喜，學嘅伊即個伊會講，媽媽。你老師很快可以做神明呢。我講做咩呢？冇啊，做咩咧拿頭嚟幫我試啦？如果你踏入這個西洋花藝設計。嗰時老師你學嘅係種西洋嘅花藝，西洋有西洋嘅花藝，還有東方嘅嗎？有，我哋咩有學嘅東方嘅瓷房安尼，我就有時嘅瓷房。有的人講，因為像瓷房都很輕簡單，幾棵樹木而已，幾棵樹。然後我老公會講，佢唱嘅5支棍的迄拗一兩一走神，我講那個意境才高，按西洋花呢都夠鬧熱啦，個瓷房都唔講意境夠高格調，安尼。嗰時兩個方向太陽嘅分係按嚟分，有啲夠鬧熱夠強，馬上本人看得到有一種清強嘅感覺，清華麗嘅感覺。另外一種咧，輕輕嘅。點點的，來看一下，體驗一下佢會不會意境安尼。安尼兩片都有學嘛，好老師。你嗰種你嘅主要嘅工作係睇做花藝嘛，教學。冇嘅興趣而已。嘅興趣哦。真是老師你嘅工作係做有做嘛嘅？頭擺都我老公賣飼料。賣飼料，我賣飼料。我老公，我哋即個沒有學租嘅，有牧場。我老公因係學租嘅，我賣飼料。你也冇賣呢，都去主人，也唔是我做啦，都去給天數做婚姻家事，煮飯煮菜伴我老公個生意嚟食。插花都我興趣安尼我不卡有神明壇咧，都每禮拜都有去上課，都插一盆花敬奉神明，不卡有花呢，可能個獎真歡喜安尼。心情也要改好，大家可能心情會改好。我到底還要學西洋花，還要繼續學。我老公講我永遠學不會的學生。唔係，我同你講，我哋可以學到咯，發到咯，學到咯啊，咁啊。我有提講精益求精啦，我們要更進一層的給你學。係啊，老師，你有兩種東方同西洋嘅都有接觸過，哪一種花藝啊，個好好啊？我哋學久的來啦，西洋花都講夠鬧熱，看起來像辦喜宴啊，冇啦，夠鬧熱安尼。不過學久來啊，因為畢竟講水準夠餘味啊，就是喜歡那個瓷房，即使是5枝花而已，我們就折一個早上。你天天的種，天天的折那個形，這樣不懂的人就想你5支迄個熬伊走神咯，都安尼。不過更加一年可能個後生嘅也係個希望個老年人可能對西洋嘅個有興趣，因為講可能
全部会发嘛吼，新鲜的发，啊唔会像东方的嗰种，用梳头的，又係講找迄個葉的嗰度來做插法，可能個梳到太假的反應吼。剛開沒有那種人沒有接觸法人，人都好嘅西洋誒。看下伊清醬啊，清洋清老年安尼，啊唔過安尼就學多唔講就多個安尼長途的人嚟啊吼，就喜歡那個吃法。哦。不過老師聽人安尼講，因為人家嘅法醫嘅技術啊、基礎都對鴉片來的嘛，用辦會想到吼，後些人會接受一個辦法去教學呢，係唔係對一個法醫開始有關係啊？有一擺嘅中醫師，西施嘅中醫師啊，辦法必須，好，這樣辦法完全我哋都不懂，好啊，不過就是我哋有一朋友啊。來來，又給學過西洋的呀吼，唔來，凊彩都會安尼啦。啊，你18度安尼講啊，畢竟安尼有一個西洋花藝的那個底子安尼呀吼，結果你去比賽，結果第一名。哦，還個人有技術的無窮用。這畢竟安尼講有一個西洋花藝設計的那個底子在，啊，學的都會安尼呀。按辦法我喜歡的都最主要你講吼，唔是去買法。好，這個種辦法都主要，這個屋下屋前屋後十幾類法，你按嚟插，按嚟貼，按嚟。啊，體驗比賽之後，嗰度我們就一直，我要有信心嘛，好，唔係講將為了比賽，好，這樣去學，我喊呢，我的學習精神要堅強，好，我喊呢，我都要這個咩去扎個這個兜，好，啊，然後你就有信心，你按嚟下來，嗰度，你本人搶去。嗰度有辦法比賽啊！吼，西施嘅中醫師有辦法比賽，我哋去做評審。啊個運動公園嘅有講跑場嘛，吼，講跑場比賽也有辦法比賽。啊，我哋一直我哋都去做評審。吼，啊咩有中醫咩運動公園嘅也有本人 DIY 比賽。第一雖然有比賽，還有 DIY， 我們對，啊，我哋沒有去當關主，啊，然後又搞你這樣。哦，就呢個開始嘅時間，最頭下中醫師嘅比賽開始，老師都教出辦法。啊，唔過老師，我頭頭有前面有講到嘛，我哋還記得到萬歲時節啦，看到太年仔都阿婆，哦，蘇婆包咪記得，我睇八公下一度貼辦法，萬歲老師你有看過冇？佢係冇接觸唔啲，冇接觸到。哦，原來安尼，因為萬歲都本太年仔講，結法啊，其他順口人可以同。啊，唔過我睇神明做嘅方，特別清講嘅吼，唔做唔得去同哦，因為叫佢見神明咧。冇像人哋以前嘅萬歲，因為新年嘛，數千千，看到安尼講嘅法嘛，可能會拿紅來，尤其係神燈法，神燈法那個細細吼，人哋新年會拿紅來身咧，因為身咧後背有甜甜嘅。甜嘅吼，係啊，都清清安尼，嗰時候有個印象都幾深。啊，老師，學嘅辦法之後吼。去排比賽都有冠軍的嘛，啊，後尾都來搞好。啊，你這個感覺啦，我哋啲辦法，從以前學嘅使用嘅法醫來講，今日啲差別有乜嘅差別冇？哦，我哋辦法啊，吼，將我哋啲比賽，即係講啲特別使用嘅，用海綿，有冇阿冇都嘅廚房要用尖山，一定要有輔助工具，好，啊，我哋啲辦法完全都冇。哦。完全都用個法嘅質感啊，哈，按嚟貼，按嚟壓，然後都按嚟都整個圓形起來這樣，啊，如果像按嚟比賽嘅係啦，哈，就等於作弊，用橡皮筋綁，或者用牙籤按嚟叫筆起風來啊，哈，如果讓我們評審知道，你按嚟都取消資格誒，因為為什麼？我們盤花主要的精神都勤儉持家，法醫的精神都圓滿。有冇人看我哋法貼上來都是圓的，很圓滿，然後連下面也都要圓，這是第二個精神。那頭擺的都冇按講，啊，有一擺會取名為盤花，就是頭擺林落國小，校長退休，洪瑞福，他就是用這個盤子疊的盤花，我們來取名叫盤花，好定了這個名字之後，我們就以盤花為出發點，然後就一直去推廣，這樣。哦，因為我還是記得啦，除了用盤呢，其實還有可能都用
洗鼻的，也係用碗，也可以做得貼出一個清醬的辦法呢。嗰時節真是感覺講太年時係使用案例啊，因為人哋未辦好做法，擦動下嘢全部用死用，講唔出嚟嘅，冇嘅人家講有個係提神嘛，沒辦法呢。所以講先民的智慧啊，真是夠聰明。你看人哋冇用海綿哦，你將盤嚟安尼貼，像人哋必須嘅啊，人哋平時會蒙風來哦。我搖搖啊，唔好講貼冇好，攰要困起嚟啊。哦，哪可能搖搖啊？佢盤嚟搖上來，好，安尼搖搖啊，看紮不紮實。安尼，台灣人哋要講到講，人哋貼嘅辦法，我哋擺神明嘅。所以人哋冇講唔對，條辦人哋咩唔對，像人哋一貼法嘛，哦，拿到了一批哦，安強哦，結果唔可以。好，俺容易搞不搞單，俺哋講吼，你法唔可以批，因為佢香味不能批做的啊，你長得擺神明呢，還安尼係沒有誠意的，沒有敬意的，所以俺哋絕對俺要出去搞辦法，俺哋絕對要搞單人講，俺哋法絕對唔可以批，俺哋對神明的冇禮貌。好，難怪啊，因為萬世時節除了俺哋睇新年的書籤頭都有講嘛，可以去綁嘅法，睇年時有搞單俺哋咯，佢講都唔得批，唔好靠得太近啊！因為原來係有個原因咯。安尼老師，你做辦法啊，有些像你自家做，係有人家搞嘛吼，當然了，你有些部門個以前頭擺耆老也係講super包咪叫人用辦去插辦法嘛。伊咧無按祖宗啦，無按祖宗，咱講嘅如果要貼貼啊，安尼如何一盤，安尼如去擺嘅。咱俺哋啲都要求講，要飽滿。要飽滿，要演，要講，顏色又要配得好看。以前個注重一種心意，新家有除了心意之外呢，還有注重佢嘅心呢，用心用辦。觀眾朋友，哇！當日老師嘅時候嘅，而家講，原來辦法還有按到後門清晨曦呢，見到辦法嘅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韓式啊，搶地的辦法真講真好看，不過我貼辦法係冇簡單呢，一條發出來應用版嚟先，繼續嚟請教家珍先生咯。先生，條條我哋有講到嘛，千多種法啊，這個咋個可以嚟做辦法？不過辦法嘅發出來到底有乜嘅限制，又係講有乜嘅注意嘅地方呢？辦法吼，像我必須嘅下咧貼辦法，一定要用我哋客家人嘅法。乜嘅客家人嘅法？像你講嘅像新店法，也鸳鸯花，還有個粉小菊，個蒲蓉，玉蘭花，玫瑰花就等我哋客家人也有種，所以兩種可以用。像有啲人個提起啊，唔係，我要用蘭花或什麼，佢絕對唔可以。用蘭花都唔得咯？不可以，佢唔係我哋客人嘅法。個唔講我哋貼辦法啊，唔可以用油塗嘅法。乜嘢油塗呢？像嘅雞冠花。雞蛋花，佢唔可以嘅油塗，個有人講夾竹桃，佢唔可以用油塗啊，做埋唔可以用油塗嘅呢，因為將我哋廟方都要也辦法貼擺神明嘅過後啊，你會拿來曬日頭，曬嘅你本有啲人將人講蟲多，有啲人講本醫生看，因為看咗唔好，冇啲人講本好價蟲多啦，冇本乜嘅蟲多，係唔爽快。你我哋兩廟洗澡誒，你本人拿過去，後面拿過去，即個泡水洗身。你也唔講唔可唔信啦，這種無形中的像有的或許人講，有的人講也心理作用，可是那你洗啊，撞啊來洗水，即有好誒。係啊，重點係講，有咩條都有講嘛，我緊係嘅，可以拿來洗，嗰時候也可以甚至有講可以拿來洗身，嗰時候用到油塗嘅話都唔可以，所以。我哋辦法呢，最主要都要用神殿法。做乜一定要用神殿法？因為神殿法啊，就安尼，一頁安尼啊，你講安尼，一級一級安尼嘛，代表多子多孫。
哦，嘿，愈安尼意思安尼吼。啊，摕我主持人们又讲，伊摕白细细的面摘来吃啦，哦，你又花蜜啊，哦，吃得真甜。放风了，佮带下的时间，然后无万岁时间无嘛个好生，佮放风了带下都是到蓝得安尼变色。好，啊，神殿法最主要一定要神殿法，啊，过来又有培养，吼，你都会培养。哦，强呀个强的你都会培养。佮唔免烦呢，看好来冲叶贝啊。输叶贝安尼hin，啊，毋过你爱清香，然后最主要都辟邪。培养的作用都辟邪。哦，安尼。啊，过来安尼三毛讲，有的人讲安尼去殡仪馆啊，送终了台湾哈，有的人讲都摘掉，你爱培养，不用啊退风，哦，就辟邪的作用。哦，安尼，好。啊，老师头都有讲那个验办法。吼，验办法，愈安尼验嘛吼，好多人啦吼，做么讲烟啊花唔知歹，吼，有冇总安尼讲？其实你看你验办法，真是都真讲。那我台湾有讲到讲，安尼办法精神体咧都勤俭持家嘛，天爷都圆满。哦，所以你看安尼贴的法，哦，安尼贴的办法，你看总归圆满、饱满，哈，有冇？连这里也要圆，这里也要圆，对，头前顺后，全部都要圆，安尼吼。啊，你看贴上来，你看有没有摇？安尼我比赛起来，安尼我摇个稳不稳，有扎实嘛？冇扎实，骨也有空下的，哈，如安尼。安，过来我台湾。为什么现在我要强调个，做嘛要讲勤俭持家，所以俺们都没有用海绵。刚俺哋一本看一下，你看俺哋是用的贴上来啊，好，用的贴上来，用板块。如果你扎实的话，俺哋骨也可以蒙上来。哦，然后嗰本看有冇？有海绵冇？哇！如果有用枝干，好枝干按你贴上来，好，这个都是平分的。啊，所以讲很敬佩的，俺的先民的智慧，有冇特别哈？我讲按智慧哈，按来贴上来，哈，如安尼。嗰说更加办法比赛，差不多就按你这个去摘也得发出来，摘过来之后，再开始天天来贴办法。哦，啊，老师你头都讲的按到发底背啊，我看到有个白色的，嗰係咩嘛嘅花啊？嗰粉色的小菊花。哦，菊花。菊花，嗰菊花因为乌卡也有种，有的乌卡种也有种，所以嗰也可以算讲客家花之一。哦，安尼啊。黄色的也是菊花吗？黄色的也是菊花。哦，啊，你还没有讲玉兰花，有的人讲用玉兰花还本地花果香，本身面的皮会果香。真香哎！还看到有人哦，盘把地不几样讲，全部规碗的、规盘的，全部用嘅玉兰花。玉兰花也可以。哦，真的。啊，有人用桂花吗？有。用桂花。桂花只能点缀而已哦。像安尼点缀啦哈，点缀安尼看，唔可以讲唔规个贴桂花。也可以的，如果说你要单独，你可以避水的话，绝对都不可以的。你贴唔会讲，唔好看啊，因为你这样你像啪啪hin啊。好，一定呢最主要绝对要有心电法。好，心电法，好，你贴上来，然后这样拍咧发去。你爱啲嘅，唐老师眼嚟手機吼，我都提講，貼辦法有啲最基礎嘅技巧。你講細細嘅法吼，像神電法，佢喺度打基礎嘅，做大下，安尼真可以貼喺風嚟。啊，唔過像安尼，都可以像老師唔能貼喺按果嗎？還係有其他嘅方式呢？冇啊，你像安尼一層一層，像你盤嘅安尼一層一層貼。啊，貼喺身邊神電法貼喺眼風來，全部眼，然後我們再用有顏色的法去補下去。哦，用其他色神那個法，一可能會插奶，吼，點綴安尼。哦，安尼個人辦法有無共樣嘅見的嘛？像使用嘅法醫啦，吼，也係東方嘅法醫，嗰種見人有無共樣形式，見人有專門嘅名詞，安個人辦法有嗎？辦法啊，吼，像安尼貼圓圓的，都按照傳統的辦法。按個比賽一好多擺來，變那講有一點講個死本，每次也都安尼。所以現在有創意盤花，用辦公的創意。創意盤花都變那，你可以用海綿，好用海綿，然後也可以用拍的法，像人家傳統盤花，你一定要用人哋行人的法。人家有創意盤花，你可以用拍的法，不過你還是要70%啦，還要人哋客家花元素在，還可以30%用拍的法，所以現在都有創意盤花了。所以你要比賽有傳統盤花跟創意盤花。
两种。嗰種傳統嘅辦法都要看人嘅技術，用嘅貼個嚴、個嚴慢、個強安尼。創意部分呢都個人嘅創意咯，個人創意，都其他嘅彈性個大。對，都個大都可以。嗰種人做辦法比賽評審嘅時候就會看一條要素然後來評分嘛。安尼條頭啊有比賽嘛，又有做評審嘅經驗，都應該嚟講研究嘅時間有看過本影響過詞咩嘅創意嘅辦法冇？傳統咧都唔是講嘛，我哋只係講創意嘅辦法，有幫影響過怎麼嘛？我即個安尼，我即個都會安尼限定，我都會唔會講吼，這樣我都會掠學嘅學，吼啊我即個會鬼腦子過多啦，我咪有個強軸，強軸啥嘛一條按過來，好啊然後都插喺中間，好插喺中間，然後也下面都盤花，好安尼。安尼也做得，也可以安尼。啊，無論講像路邊有很多那個蘆葦啊，或者什麼安尼啊，哈，像你辦法插好誒，我哋用蘆葦去兜上去，好也仲可以啦。所以我上嘅喺路邊看得到誒，我仲會去學習安尼。哦，安尼老師唔可能全部你帶過來嘅辦法係全部係這個插嘅嘛？對，嘿，有太細盤嘅啊，其實對你嚟講，太細盤有差別嘛？太細盤變太盤變咱講個雄偉個也是用所謂個鬧熱安尼啦。我們曾經有100插嘅60公分的，60公分，差唔多重量安尼。安胎盤的，安胎盤的哈啊，所以那個就沒辦法講安尼貼的，那個就要作弊的啦。給了身體不用海綿，因為安胎啊，按跟那個新電飯冇法度講剪到暗床啊，好，所以就那個就用作弊，用海綿安尼貼60公分的，哇，給我朋友講，你這樣可以登記給世界紀錄誒，電視世界紀錄嘅，啊，怎麼佢會想到會插安胎盤嘅？安胎盤嘅有一擺嘅綜藝池，嘅有長官而來開嘛個座談會啦。跟主辦單位跟門同啊差別咧，不要每次都按寫嘅安尼啊，沒有創意啊，佢都講滅咧好60公分咧，我嘅花材佢都用係3-4千元咯，因為安胎盤嘛，係啊，哇，嗰種其實人哋嘅辦法吼，可以寫，也可做得太呢，可以太安尼嘿，種辦法安尼啊吼，我總會去關懷據點搞了的老人家。好啊，老人家，有的老人家伊講，好啊，從來唔是看過安尼呢。嚇，唔是看過啊邊那啲搞嘅過後，嗰度還有啲講，喊拜年節講要拜拜啊，你唔是去買花，像頭你遐人種買兩束安尼起安尼啊，好，你安尼來拜拜安尼，啊講像你遐福寶嘅啊，吼，一家福前福後背，一家摘來插，你唔是買花嘅，按講安尼又個有誠意安尼啊，啊然後。給老人家學嘅過後，然後他們就很喜悅。好，啊，我哋可能我哋咩簽歡喜啊，好，你講唔是花錢，啊，這個摘，啊，這個貼，啊，然後自己又很有成就感，所以給啲老人家仲簽歡喜。安尼老人家順勢也可以講，用通俗也刺激給人哋弄，也做一種幾好嘅運動啦，吼。哇，安尼老師，應該聽到講有去教好，除了去教老人家，還有去教成人嘅嗎？有啊，我們有去個學校誒，小學，好啊，幼稚園也有，所以我哋可能我哋咩簽歡喜啊，講哦，安尼有接班人呢，安尼啊，哦，有個龍的傳人接班人呢，安尼接下去安尼，所以咩簽歡喜啊，哦，差別有個好我拿過去拜拜我哋神明哈，哦，咩簽歡喜生意呢，安尼。安尼是啥？有教過老人家，也有教過成人呢。啊，兩個比較起來啊，唔敢講哪一個難教，個快教。你看人啊，有啲老人家吼，個固執啊，唔點啊啦？用辦講，像安尼一樣的發財比安尼嚟講啊，吼，我都插冇中央嘅，我都唔會貪嘅，對吧？你看如果我讀到安尼，我哋都順老人家，我都順意安尼哈。啊，小朋友如果個彈高啊，點啊有個彈高，啊，像我孫咧有學習能力又真好，啊，不如教我，所以我孫咧我都會教伊。好，阿姨咪簽歡喜，啊插後過後，他就很有成就感，很自豪。好，然後如果學話，我咧學校嘅教學生嘅教育同學，安尼。其實比安尼同方嚟比較方嚟，其實兩個啊又冇共用啦吼。所以有個人固執唔顧佢貼出來，都係個意思嘅地位。觀眾朋友，人類辦法啊，用版現有的發財啦，也用版嚟講，幾多功夫嘅地位呢？還有更多辦法嘅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
对冇接觸過攀花嘅人來講，學攀花係一種親神奇嘅經驗呢。一條經驗底背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呢？繼續嚟請教先生咯。老師，頭先有講啊，有去青島嘅地方教學嘛？你嘅話，你喺教學按到學員底背有乜人本印象最深嘅嘛？本人嘅印象最深嘅，喺我哋聯絡上有一對，我哋總因為93歲嘛，93歲啊個90歲，我哋插攀花比賽一天愛兩盤一堆安尼啊，像我哋呢用過用鮮花來，也是要愛一堆，所以我哋比賽嘅啊一天愛2個人，好啊2個人。2個人我哋插嘅花一天來供養。好啊，剛才我哋嘅93歲同佢90歲，我們都尊稱她為老小姐。我很敬佩她的人的精神。我如果去哪裡教學，一切都要給人去。因為像一個人騎電動摩托車，一個去腳踏車。我是很敬佩講人的精神。像有時講比賽嘛，民眾安尼啦，比賽我咪想得名啊。你看，伊個精神講，聽過比賽，一定要絕對先摘一朵花本來，然後落來再叫我再去去搞，好，然後嗰邊貼安尼，好，那種的精神真的很敬佩。這是很發到落學到落的精神嘅吼。過來就是說，即使安尼花材，好像唔嘅花材同我花材供養來講，貼嘅花也冇供養。唔係供養嘅花嘛，安尼跳也係演員啊。可是對，你嘅想法同我嘅想法冇供養。像嘅攀花，最主要你看最上面嘅類都主花，主要的花，主要嘅花。有一個我唔係主花，我咪可以用細類嘅，安尼。所以講，即使一樣的花材貼出來花，卻對也冇供養，安尼。自己也是講學啦，學嘅咱就比較講好看啊唔好看，好看啊，下邊我哋都可以安尼教人，不好看的話我哋都唔會，因為會安尼。安尼先生，你去教學嘅地方要按到，大部分都係人哋客種嘛，錯冇？有去過唔係客種嘅地方，教學跳攀花嘛？有，像我哋咩有去慈濟嘅哈，人哋嘅慈濟他們那個社團安尼，好多年啊在屏東，伊呢學到咩清風呢？我從來唔捌看過這呢，你話呢？學嘅歌教人嘅歌都講，冚唪唥有這個不講，我咩過這個摘來插，都唔是買花嘅。去教歌啊，每拜去上課幾了，我總清歡喜。做乜嘅呢？因為看老人家那種的成就感，那種的喜悅，生日呢咪清歡喜，我這個拿回去拜拜神明，或者我要給我阿公看，也意思個我要跟我阿公阿婆臭屁，我清不插花，那種去學，去看呢，去搞嘅歌後，真的那種的喜悅，看老人家歡喜，我們跟着心裡我們也很喜悅，有一種回饋啦，看見人嘅好事。不過好多人同人哋行人，見人嘅插花嘅時節，見人咧想法吧，會唔會有個冇共用嘅地方？唔會啦，我哋做乜講比糖？我將用嘅啊，我哋都講比糖。反正都清歡喜，伊都講唔好，後擺我無愛買花啊，我個家己辦家己來插，安尼都清歡喜嘅。今日會講到，老師我嘅花吼辛辛苦苦摘好來，又種嘅安靜，可以有乜嘅方式保存得個叫冇？因為有人安尼問冇？也會啦，因為你哋做無開面嘛，個當唔叫，將我插好嘅啊，將我盤嘅我都要歸拿行來，我要教人哋講，啲水龍頭嘅種啊，種比種有水，然後個倒喺度啲倒嘅，安尼如果個3萬啊，都免去種水，免去讓它有水，因為如果有海綿的話，如果當個叫啊，這我們完全都冇，所以如果3萬啊，免去都種水，比可能有水，有水分好濕，如果能夠保存個久，人家個叫一時啦，像有的叫給老婆婆啊，我都不丟，我唔會接，就把。唔係即係阿橋做乜嘅？當乾燥花，你嘅拜拜神明啊，當乾燥花，你清歡喜。見要搞幾個人，客人又做
除了做干燥花，还可以做个法宝过来洗身啊。有，俺要将就点人讲，反正安尼规套安尼要对人讲安尼啦，后边俺要像你高雄有一摆开主委的时候，俺要从主委讲哈，俺那个推广盘花，因为俺讲的东西还有先民的智慧留下来的，也值得我们去推广。安尼国家经营俺要去台北大安公园给推广俺的盘花，我一直希望讲继续一直推广，让全世界都知道俺的汉人的盘花这么漂亮，俺讲。有喺俺的南部玉对铁配的面相，好冇？你老师在推广一个盘花的过程之中啊，有这个有感觉个困难的时间吗？还是讲个无顺的时间吗？也唔会啦，因为这样对我来讲已经得心应手。可是现在很头痛的就是，因为盘花有一定的，咩个新电花有一定的季节，像安久无落雨的呀，就比较没有花了。安尼啊，你有想过用其他的花来做高温，来讲替代一个花材？像有咧。我听讲因要去睇树高的，然后结果冇新电花，因为如果像人小小的花，我只加10可以，人家140-150分的啊，我冇可能只加去摘啊，要抢人摘，竟然都冇爱同我接的，伊遐都冇新电花，我去哪摘呢？我讲加安尼用的咯，又唔可以改，因为他们那个报表都已经播出去的，如果用盘花，我讲加冇路那就只有将就用。菊花用配的花来代替的，就这样安尼。真是一个环境的变化吼，可能也要有影响到人们文化推广的吼。冇法，真是都冇法度啊，要不然搞这些是应该都 OK 的。安尼。老师，你除了做盘花之外，还有做其他的搞好吗？我看你本人还有带了这讲的个作品呢，叫什么个呀？如果说一种行业牵连在一起的话，如果可以讲勤俭持家来讲的，我们行业中个送啊，像这些的东西啊，我们冇这些，你拿来念装，像你这行个绿灯笼，你认真一看啊，叫做用保特瓶盖，个盖呀，冇这些的，我们拿好来做灯笼。有冇像这上面有个牛奶奶啊？生意是的牛奶瓶的盖子，都拿来利用，都很漂亮。老师冇讲啊，还看唔出来，原来迄个盖的，原来适量的啦，牛奶奶嗰条盖的，安尼来做。嗰度有个鱼的有贝壳，我哋什么是鹅啊、蛤蟆啊，蛤呢，这我拿来贴客家花布还，然后做了鱼的，也很漂亮。嗰种有啲鱼的啦，灯笼啦，甚至于讲人做嘅好看到的作品，全部係老师你自家手工艺安尼做出来的，对，也有在搞好。有人爱用办去请啊。我安尼人啊看我身材都低啦，我就很开朗、很乐观的人。有的人即使一个人的进来，我也专程好，没关系，我教你。我都安尼。其实这也个唔係講人哋行人嘅個權限，應該係講人哋行人個媳婦，人哋個對環保意識有個做出。唔看像一度，我這些東西還可以做嚟利用嘛，像老師你嘅茶壺嘅嘛？茶壶的啊，你看，如果冇提布置的话，如果你就茶壶呢，按像你提布置，就得客家花布还，迄那个加钱讲，有冇？用人哋冇用到吹嘅布诶，嚟做一啲裝飾，佢就個錢講誒，像你愛都唔講，認識得酒嘅紅嘅啊，唔可以，即係咧，人哋有資源回收，幾多人講啲布置啊，有冇？要按講。真是对辦法都搞老師娘那個搞好，都本來一個感覺啦，都人哋行業真是咧講有智慧有請媳婦的精神，安尼全部客家的文化貫穿喺地邊，人哋好可以來保存。不過人頭都有面對一啲事情咧，老師娘搞好嘅經驗很豐富啦，搞出來學生嘅更加有喺做先生，像安尼睇搞好嘅冇。還冇啦，因為辦法，因為這大部分都係給搞安尼啦，所以你看人哋請來都是請來安尼。不過我很自豪的，如果只要報名比賽，
另外堂来讲，我教的绝对比赛绝对得名。安好哦，安尼下一次我要去参加个比赛之前，我要先偷偷同老师联络下。冇问题，冇问题。这样呢，同我补习一下，某一天我就可以来得名咧。佢係種喜事綜藝池比賽啊，你啊，我都希望你聯絡佢去報。結果喜事嘅我冇教，沒有給我教過嘛。聯絡嘅仲係教過嘅，他們的學習精神，而且我哋又好勝心強嘅人啊，你啊，好聽過比賽，年齡全部摘發來。今天我哋個學大一拜，好都再學習一下個比賽前的再惡補一下，多加練習嘅機會啊。係啊，所以說確定我哋聯絡得名啊，嗰就是說奇怪啲，做乜全部人聯絡嘅得名咯？冇同樣咯，人偷偷有練習過多擺。老師，阿寧喺做一條文化推廣嘅時節，要讀到外國人仲學一條客家嘅東西，甚至講嚟學貼盤法嘅冇？有也有啊，像個平科大的嗰條學生誒，學30-40歲然後應該個黑人然後拿到安尼，全部人學翻去都，因為人從來唔是接觸過，像我哋台灣嘅人有都冇接觸過嘅啊，像跟我經驗來看，伊講我從來不知道可以這樣疊這樣。翻去啊，會嚟嘅。老師，等一下，按係見人按多年當，乜嘅經驗之下，會嚟學一個貼辦法，見人應該唔係講無緣無故都嚟去請啊。都蘋果大，然後喺度交流，來六堆文化園區參加我們客家活動，剛好都係去搞盤花，安尼，按個花插好嘅，我哋是要留嘅文化園區啊。結果因咧唔係，因拜託講比啦，我當同基文化園區，他都送因哋安尼啦，因哋歡喜到，因為從來都唔識看過，要按講，可能冇一種法，冇一種講嘅辦法，安尼要歡喜啊，為了。安尼老師，下一次假使講再讀到幾年，有種外國人嚟學法，某一天我可以用順勢嚟用客家嚟教學，本地人學客家啊，同埋推廣人哋客家文化推廣，順勢我哋真是用辦法作為一種工具啦，我哋講啊嚟推廣人哋客家文化，真是幾好呢嗬！個親切又幾有興趣又幾神奇，哇！觀眾朋友，真是呢，咁你好彩有請先生過來同人哋分享哦。張地下講，原來人哋貼辦法啊，看見人哋細一盤係冇簡單，係有其他嘅意思啊，發出一樣嘅線，按咁樣嚟貼，最重要係講有人哋客家精神，同人哋客家文化遺憾喺地位啊，真是大家有閒嘅時間可以嚟學一下貼辦法，嚟保存人哋客家文化。再一次感謝老師帶來咁精彩、咁講嘅故事，同咁講嘅辦法哦，多謝。多謝我哋主持人，好，再次我哋多謝我哋客家電視台福起來嘅，有安尼機會本來來推廣安講嘅辦法，好，也利用安尼機會來繼續推廣我哋安講嘅辦法，俾我哋全世界的人中地，我哋客人有安講嘅辦法，多謝。還有我哋客家六堆嘅文化請講清楚，再一次感謝而家呢，田真先生嚟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同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同下運動哦。南部本來哦，放起來同下來暖身嘅哦。唔見聽上嘅朋友，加放起來哦。快快哈哈！整身體熱起來哦。兩條。
好，捞野味，捞养田，好弯片。形容到太强那一些咯。弯片。数一数一下，形容棒果。然后一扎一扎。前面，右背，好，腳挺空嚟，腳撞，挺空嚟，彎邊。用你腳撞讓佢暖起來哦。用隻腳一踏，我做交叉哦。左右摇摆，好，四葉本來1、2、3、4、1、2、3、4，夾腳，呀，動作好穩哦。你腳呢，左右交換哦，重心移好哦。單獨標一條可以，可以花，你可以標嘅一片，你可以標一條。好，3、4。是可能是標一條，標一條，可以哈，深蹲1、2、3、4，弓箭1、2、3、4，鼓人1、3、4，彎片弓箭。再來，弓箭。記得咯，我深蹲的時間，你腳唔可以變安尼哦，內八哦，要打鼓了。好，安尼讓我挺穩哦。是嘅，彎片。前面，我。
南浦本爱，人家来做开下杯深蹲哦，过来。可以嗎？空來再打口來，打鬆嘅事。再來哦，學住你的動作嘅哦，加油哦！再10、9、8、7、6、5、4、3、2、1，好乖哈！住你的動作開始，踢腳，踢腳，用嚟提示。踢腳，踢出去，停嘅時候停下足踢。看你什麼？好乖嗎？請用我靠近你的肚子。踢。夾嘅哦，行嘅數，撲撲，踢出去，停上來哦，加油哦！是你，好乖哈，南浦，跳起，開始流汗了哦。好，促進你的新陳代謝，還有你的心肺功能哦。加油哦！我要從頭開始了哦。準備，調整你呼吸哦。2、3、4，兩腳是調好。再本來，從腳蹼用誒。可以發強動你腳，你腳踝。好，深蹲開始，1、2咩？弓箭，過來，彎片，加油！繼續跳起哦！再放來一組，加油哦！好，快拍！準備動作開始，開始啦！1、2，踢腳。加油再來哦！準備5個、4、
3、2、1。我今后能做到的哦，嘻嘻，跳起。嘻嘻，好，今日创造呢好不好吗？好不好哈？啊，好好运动，还能下次，那么了。